兩次合併利多於弊。咁首先由正方嘅天主教覺得聖中學對反方嘅荃灣公立中學啦，跟住就有請正方主辯出嚟發言，佢發言時間為4分鐘。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嘅辯題係兩鐵合併利多於弊。近年嘅施政報告同財政預算案中都表明，香港要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嘅原則，港府如非必要，應該避免直接參與大型嘅基建項目。一旦參與，喺基建項目成熟嘅時候，就進行私營化，以避免公營機構過分膨脹。幾年前地鐵上市，近日領匯上市，以至未來計劃嘅機管局上市就係好嘅例子。然而，九鐵作為公營機構，擁有西鐵、馬鐵、東鐵同埋輕鐵4條鐵路914億嘅資產。根據02年九鐵財務報告指出，當中東鐵嘅盈利最為可觀，每年嘅盈利高達20億。因此，城大經濟及金融系教授張仁良亦都指出東鐵係最有條件同地鐵進行合併。喺合併之後，政府就可以避免過分介入鐵路市場和大市場、小政府嘅原則啦。除此之外，兩鐵票價高亦都係另一個問題。歸根究底，就正如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東指出，新市鎮同市區嘅鐵路由不同嘅鐵路公司管理，市民喺轉車嘅時候就要被逼出入閘，間接多付一程嘅入車費、入閘費。舉個例啦，由沙田搭九鐵到九龍塘，再轉地鐵到中環嘅票價總共係6個半，而當沙中線落成之後，由沙田到中環嘅票價只係需要11個8，咁就正反映咗由九鐵轉乘地鐵，市民需要捱貴票嘅情況啦。再者，兩鐵現時出現各自為政嘅局面，喺沙中線嘅方案上面，地鐵就已經表明唔會擴建中環站俾九鐵建設分站，九鐵被迫係寸金尺土嘅中環，另覓地方建站，造成社會嘅資源浪費。面對兩鐵各自為政，市民捱貴車費，以及要維持小政府嘅情況底下，港府就建議興建兩鐵合併。因此，我方今日就以下3個原則嚟評論利弊。第一，合併能唔能夠符合小政府嘅原則？第二，合併能唔能夠減少兩鐵各自為政嘅情況？更甚，可唔可以達至協同效應？第三，合併能唔能夠產生票價下調嘅空間？其實兩鐵合併模式有好多種，我方今日就引用中大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蘇偉文嘅建議，先將九鐵中盈利最高、最有條件合併嘅東鐵同地鐵合併，正如馬鐵同埋西鐵就得以租借嘅模式，俾地鐵嘅經營同埋管理，等日後西鐵同馬鐵轉變開為盈之後，再同地鐵合併。此舉一方面可以保障地鐵小股民嘅利益，避免地鐵要承擔西鐵同馬鐵嘅債務，更易取得股東嘅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出售賺錢嘅東鐵同地鐵議價嘅時候，可以避免被壓價，造成賤賣資產。因此，以上嘅合併模式係最能夠符合現時嘅實際情況，並可以為政府、市民同埋兩鐵帶嚟3方面嘅好處。首先，喺政府方面，將有條件私營化嘅東鐵同地鐵合併，係可以減少政府參與鐵路嘅發展，避免被批評過分介入鐵路市場，亦都可以避免公營機構過分膨脹，符合小政府嘅原則。其次，對市民而言，票價係能夠一個下調嘅空間。地鐵同九鐵喺04年9月16號向政府提交兩鐵合併嘅聯合報告，清楚指出合併之後將會取消轉乘嘅車費，乘客乘搭兩鐵嘅時候就無需出入閘轉車啦，亦都唔需要分付兩程嘅車費。廖秀東局長更喺05年10月表示，票價最高係能夠有15%嘅下調空間，直接能夠令到市民受惠。最後，對兩鐵而言，合併係能夠帶嚟協同效應。喺成本方面，當兩鐵合併之後，地鐵嘅規模會增加，但係減低採購成本。喺收入方面，鐵路嘅網絡嘅整合同入閘費嘅取消，令到市民轉乘嘅時候更加方便、更加便宜，所以就能夠吸引更多嘅乘客，提高整體嘅利益。最後，請問有方同一條問題：如果唔進行兩鐵合併嘅話，又點樣解決我剛才所講兩鐵各自為政、市民捱貴票嘅問題呢？有方同學請你正面回答。多謝各位。正方主辯嘅